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创世纪23章第1节到19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坚固信心。撒拉年老生子，又活了37年，在他127岁的时候，他安息了。从圣经的这些记载来看，虽然当时候撒拉对于上帝的使者所预言要生儿子的事回以嗤笑，并且尝试以自己的手段要来解决上帝久久未兑现的应许，但是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们仍然被称为信心的典范。特别在希伯来书的角度，我们看到他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。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后代的生活，都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面。今天的经文，创世纪23章第1节到第19节，经文记载了137岁的亚伯拉罕为了太太撒拉的死而哀痛嚎哭，并且亲自去安排他安葬的事宜。圣经记载，虽然赫人以弗伦愿意赠送土地以及麦比拉洞给亚伯拉罕，因为他们都把外族人亚伯拉罕看为一位伟大的人物。圣经记载，他们说：“先生，请听，在我们眼中，你是一位伟大人物，请在我们最好的坟地上埋葬你的妻子，谁都愿意给你坟地埋葬她。”以弗伦对亚伯拉罕说，以弗伦和其他赫人坐在城门口聚会的时候，他在大家的面前，让进城的人都能听到。他说：“先生，请听，我要把那整块田地连同田里的洞送给你。我在同胞面前把它送给你，让你埋葬你的妻子。”但是此时此刻的亚伯拉罕，他坚持付费，他以信实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地主，这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。亚伯拉罕和以弗伦的对话在后面，圣经记载，但是亚伯拉罕在赫人前面下跪，并且对以弗伦说话，让每一个人都听见。他说：“请听，我要买整块田地，请你把钱收下，我就把妻子葬在那里。”以弗伦回答说：“先生，那块地不过是400块银子，你我之间那算得了什么呢？请把你的妻子葬在那里吧。”亚伯拉罕同意，就按照以弗伦在大家面前说出来的价钱，用当时候的商人通用的称了400块银子给他。保罗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，他表达了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心。
虽然他一直希望能够前往帖撒罗尼迦去，但是后来决定要继续留在这个雅典，所以差派他的学生提摩太代表他到帖撒罗尼迦。保罗的信是一个信实的作为，因为他真实在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，也因为他很在意，所以就差派了自己所爱的学生提摩太前往帖撒罗尼迦去。保罗这样说，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下去，决定继续留在雅典，而派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。他是我们为上帝传扬基督福音的同工。我们派他去的目的是为要坚固和帮助你们的信心，使你们当中不会有人因受迫害而退缩。你们知道，这迫害也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。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预先告诉你们关于我们将受迫害的事。现在所发生的跟预料的正相符合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因此我才会差派提摩太去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我派他去，为要知道你们信心到底怎样。我不相信魔鬼已经诱惑了你们，而我们的工作却是落空了。保罗派提摩太的目的是为了要坚固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的信心，帮助他们坚固的信心，因为他们遇到了迫害。这样的情形也就如同保罗他在宣教的旅程当中所遇到的迫害一样。他们所遇见的迫害是来自自己的人，犹太人。他们控告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是违反皇帝的谕令，因为基督徒说有另一个王名叫做耶稣。这虽然是一个耳传的，但却为当地的基督徒带来极大的困扰以及危机。他们需要被鼓励，需要被建立，需要有使徒的关照。因此保罗因为自己无法前往，他就差遣了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，表达保罗的关心，也在他们面对这个逼迫压迫的情况之下，来坚固他们的信心。基督徒的生命时常有困境，甚至会遇到诬告莫须有的这个罪名等等的，如同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所面对的一样。基督徒面对挑战、苦难、痛苦，甚至亲人的死亡等的困苦艰难的时候，基督徒的信心需要被建立，以至于可以面对困境和苦难，可以靠着复活基督的救恩而胜过这些的试探。也如同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的劝勉，他这样说道：弟兄姐妹关系已经死去的人，我们不要你们知道，才免得你们像那一些没有盼望的人这样子的悲伤。
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。信心被坚固，我们不要活得很像那个没有信心的人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像是做了一场梦。我们欢笑，我们快乐歌唱，别的国家就议论纷纷，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。是的，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我们多么的快乐啊！上主啊，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，像雨把水带回干枯的河道。愿含泪撒种的都必要欢喜收割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，要抱着禾捆欢喜的回来。感谢上帝天父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当我们遇见苦难和困境的时候，不但让我们有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心提携带导，更有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亲自成为了坚固我们信心的来源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